上集少少嘢。我同佢一齊都試過有幾次撞鬼事件發生，最深刻喺嗰次就係佢外公間舊屋。佢外公喺油麻地有堂物業，有一晚我哋玩到很夜，於是就喺佢外公屋企過一晚夜。我哋兩個瞓喺一張梳化上，梳化隔籬有一個大窗口，我哋兩個瞓喺度傾偈，傾咗大約10分鐘左右，突然見到一個人影好快，由左至右飛過。我朋友好大反應問我見唔見到，我當然見到啦。當時我哋距離窗口好近，所以睇得好清楚呢。仲有我們當時是住在2樓，根本無可能會有人可以經過。我哋兩個真係嚇到成晚冇瞓。